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維賢中醫館 YouTube 平台，一個以往由張柏影片主導。今日開始，我會帶領大家一齊由淺至深、外至內，提供免費健康資訊。例如扭傷應該點處理呢？係咪要捽呢？幾時要放血呢？咩為之腫呢？幾時要冰敷？幾時要熱敷？咩係新傷？咩為之舊患？定係應該直接 call 白車入急症呢？扭傷其實係一種非常普通嘅痛症，仲有其他，例如腰痛、椎間盤突出、脊柱側彎、急性腰扭傷、頸椎病、肩周炎、媽媽手等等等等嘅。講解嘅同時，希望大家明白最緊要嘅道理。我哋中醫係治本，唔係治標。按中醫嘅理論，我哋揾痛症嘅因由，例如係話你有冇翹腳、做 gym、工作台直唔直、電腦視線啱唔啱、有冇拎過重嘢、有冇留意自己邊隻手拎起背囊、工作勞損姿勢等等。有時都會有一啲突如其來嘅情況㗎。試過有一個遇到打劫嘅病人嚟，估唔到呵。由於內容實在太多啦，今次呢以最常見嘅情況嚟講解大部分外傷之後呢，我哋會再提供內科嘅資訊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啦。普通嘅扭傷一般呢都係腳踭啊、手腕啊，扭傷嘅時候亦都未必會即刻覺得痛㗎。2-3日之後呢，會開始覺得有啲唔妥，喐到某一啲角度會痛。又或者有一啲病人係好忍得痛，1-2個禮拜先至會揾醫生㗎。咁先解釋一下，當你扭傷嘅時候，72個鐘頭呢都叫做新傷，但係超過10日嘅話，已經有機會變成舊患㗎啦。發現傷痛嘅時候呢，應該即刻冰敷處理㗎，唔好令到佢再繼續發出嚟，亦都唔好出去。因為呢，如果你整親嗰度係有韌帶撕裂嘅話呢，只會越捽越痛，因為個韌帶係越捽越裂㗎。冰敷完之後，即刻揾個中醫師處理啦。咁至於放血，一般嚟講，傷患嗰度呢係有啲堵塞，出現一啲雞蛋或者腫脹㗎。扭傷啊、富貴包啊、靜脈曲張啊，都有需要機會放血嘅。因為將個時間縮短啲，令到你早啲好返啦。咁但係何謂之腫呢？其實如果一般嚟講，我哋左右對比到係咪腫㗎？腫脹嗰度有冇發熱啦？如果有發熱嘅話，就肯定係發炎㗎啦。嗰陣時嗰度一定要冰敷嘅。咁好多人都會問，其實我哋整親嗰陣時候喺條街嗰度點樣去冰敷呢？咁其實呢，即刻去揾便利店或者藥房呢，去買退熱貼咯，即係小林林嗰隻呢，係啦。咁就有啲情況你係比較嚴重嘅，例如係話我企都企唔到啊，或者2個鐘頭之內呢已經係腫得好犀利，出現刺痛呢。咁其實呢啲已經係有骨裂同埋骨折嘅情況㗎啦。咁呢啲冰敷完就即刻去 call 白車就得㗎啦。因為咧骨嘅康復咧，無論係中醫定係西醫咧，全部都係靠翻自己病人去好翻㗎。所以咧西醫咧先至會有打石膏嚟康復嗰個位置。如果唔打石膏咧，其實康復嗰個骨位咧變咗形嘅話咧，想救都救唔翻嘅。咁如果情況係唔係咁差咧，整完之後其實整到之後72個鐘頭之外咧，可以熱敷，因為當時候嗰個炎症嘅因子咧已經係散咗㗎啦，可以用熱敷嚟加強嗰個血液循環，令到你早日康復㗎。咁有啲人亦都會特別容易扭親㗎喎，因為佢嘅韌帶已經鬆咗啦，好似有一條橡筋咁，鬆咗就鬆咗，冇得返轉頭㗎啦。喺呢度呢，我都介紹一下啦。其實我哋如果扭親嘅話呢，我哋係可以用針灸啦、超聲波啦、敷藥啦。咁但係亦都會有一啲人呢係會唔想針灸或者甚至乎係暈針嘅人呢。咁我哋會用超聲波同埋嗰個敷藥去處理㗎。咁但係呢，亦都唔係話每個人啱㗎喎，因為有啲人呢，佢係 P 到 HC 嘅話呢，其實佢哋唔適宜去敷中草藥㗎，因為呢啲消炎止痛嘅敷藥裏邊呢，會有紅花、乳香咁嘅成分呢，會對佢哋有嚴重敏感嘅影響，會有休克同死亡嘅風險㗎。咁呢對病人呢，我哋一般都會用針灸同超聲波去處理啦。
講到呢一度呢，我都賣一賣廣告嚇。我哋醫館呢係唔拖症㗎，80%病人呢都係一次過完成治療就 OK 㗎啦。嚴重嘅話要有半成啦，咁要覆診㗎，另外半成就要去急症㗎啦。咁講到呢一度呢，大家可能好想知道個價錢咯。我哋一般呢都係按部位去計㗎，外傷嘅話嚇。咁如果我哋係小部位，最多650。大部位最多係750，兩個小部位最多係800。我哋喺香港註冊中醫，可以開發有效嘅收據同病假紙。下一集再嚟討論其他痛症。如果覺得呢一集有用嘅話，記得訂閱分享，仲可以留言話俾我哋大家知最想知道嘅痛症係咩。下集見。